適逢係300國際婦女節，各個女代表委員都盛裝打扮出席會議，展現女性嘅自信美。而擁有甜美笑容嘅中國游泳隊奧運冠軍、全國人大代表張雨霏現身大會堂嘅時候，被多間媒體追訪，並且祝願大家女神節快樂。同日，全國人大舉行第2次全體會議，主要係由最高人民法院同最高人民檢察院宣讀工作報告。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話，舊年最高人民法院收案大概35000件，按年增長咗65%。法院舊年審結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有3萬件，同比增長2%。依法懲處咗前貴州省書記孫志剛等48名省部級幹部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提到，檢察機關協同推進反腐敗鬥爭，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犯罪27000人，起訴24000人。最高法院工作報告仲提到，要將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同海南建設國際商事仲裁中心。身兼大律師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梁美芬認為，唔會影響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嘅地位。梁美芬相信香港同內地城市唔會有惡性競爭，而係良性互動、強強聯手。最重要係香港能夠打通國際關係，對香港實力非常有信心。星島頭條記者郭詠欣喺北京報道。